我的第一首歌曲是泰雅祖训。其实这首歌很可惜的就是，泰雅族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内敛跟害羞的民族，所以古调并不是很多。但是这首歌有让我一见钟情的感觉。怎么说呢？因为其实这首歌平常是听不太到的，其实通常都是在祖灵祭的时候，有长老然后唱给晚辈听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祖先是哪两个人，然后从哪里出发到现在我们居住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的祖先是这样子的，经过了千辛万苦，然后过了很多的磨练，然后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。那我们应该要好好把握，然后好好延续泰雅族的传统，然后大家团结在一起，然后让我们自己的民族更强大。它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其实刚开始听的是有点严肃，所以可是因为越严肃的歌，小朋友会比较不是很清楚，也比较不容易去亲近，所以我改了一些曲风，然后当然跟你平常听到的泰雅古训是不大一样，是因为我把唱法也做了一些改变，所以这是一个改变比较大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喜欢，给我一点鼓励，然后可以上 Facebook 找我啊，按个赞啊什么之类的，让我更有勇气可以做一些更多的挑战跟改变。